这是单点哪铃铛啊？马上！还有我的乐手、吉他手小龙，鼓手杨明，还有刚刚很厉害的钢琴手玉祥。玉祥也有铃铛哦。其实不要特别为他开灯，他都走得到。有开灯跟没开灯对他完全没有影响。好，来贝斯手阿力。好，这首歌因为它歌名的关系，所以在这个时候唱还蛮好的。这首歌叫《铃铛》。其实阿妹嘴也有铃铛，我们的铃铛是跟妈妈。男孩子跟妈妈最重要的联系，在我们加入部落的社会里面的时候，开始对部落做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身上就会绑铃铛，一直到我们还没有结婚有小孩之前，这铃铛都不会卸下来，代表是跟妈妈的很大的联系，就是我们都是妈妈的孩子，要不然是妈妈的阿姨妈，孩子嘛，好了，很冷啊，配合圣诞节的气氛，好冷啊，好。给我一点鼓励，我带来这首《铃铛》。